咱台湾一档平均是浪费差不多62万吨的喷，尤其是学校的营养午餐是愈浪费哦。各界一直呼吁讲应该赶紧来制定专法改善营养午餐的问题。某社团教学校是教学生家己来种青菜，让学生唔通经食。闻一下青椒的味道，所以不会只有好的。青椒种的大肠切片上细片，学生发现大肠其实真香，刷落来包起司海苔来食，成功让真侪囡仔接受大肠姜也用同款的方式操作，得到学生介意。很多人都不敢吃，那我就以前就没有去尝试过，那我现在觉得很后悔，为什么以前没有去尝试？自己种的就会看它天天长大，然后你就是吃下去会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。无互民众介意的大肠桥顶5种菜色，高雄形象故事由学生亲手种，转变囡仔对食物的刻板印象，也希望营养午餐出现这款的菜色，囡仔拢会当食了。那么我们每个月都开午餐供应委员会，他们就会去讨论，就是说，这一个月所吃的食物，那么检讨跟下一个月所即将要吃的食物的食谱，那么怎么样来就减少厨余。减少营养午餐分的量是新常国小逐个月讨论重点，但过做法无硬性规定。也互民团发现，营养午餐分的量一直真悬，更加有无够营养学生食袂饱等乱象，呼吁政府制定专法改善。全面的实施学校午餐的这个教育政策以来，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主管机关是对所谓的厨余量去做精准的调查分析，更不要谈它的研究报告了。大汉食药协会表示，国内专法进度是0，韩国、日本早已经上路，国内甚至连营养午餐喷的总量都无数据，更加莫讲是调查分析。加上营养午餐业务涵盖单位之一，专法推动才会当跨部会改善乱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